我生平最不喜欢的，就是这种手无缚鸡之力。我这身子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更何况我又不擅长骑射，有点晕。今日也确实受到了些惊吓，儿臣自幼身体不佳，故不欲行杀生之恶也。若是我死了，这世上就没人知道你的真面目。用我的计划来克我，有意思。这并不会让这样的蠢物坏天下大计。公子是在给我解梦去？你还不配，若不是留着你还有用，今日你已经死了。我做事自有我道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自己是善人下人。想知道线索，就要做出相应的代价。我若不如此做，又岂是你心中认识的可以分析？这只黑狐狸是真的会杀人，你们要记得。